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大瓜就是华为地震级大瓜。当然了，我看媒体这么说这个说是地震级大瓜确实有点夸张这个昨天在网上发酵了一天，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议，尤其是码农高度关注码农吃这个瓜越吃越带劲我们先看看媒体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南都湾财社报道说，网传华为内部整顿招聘作弊，多名员工被罚，内部人士证实，近期网传消息显示华为于近日内部整顿招聘作弊行为，多名员工因此受罚。有华为内部人士向南都湾财社记者证实，公司内部已发文事发成都存储部门。南都湾财社记者亦就此事向华为求证，华为方面表示不予回应。网传信息显示，华为内部被曝存在外包岗位招聘作弊产业链，由招聘人员通过替考、泄露考题等方式协助应聘者作弊。如作弊考生能成功入职，再从其每月工资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回扣。网传的聊天记录截屏显示如作弊考生能成功入职，以3年工作年限、每月工资 1.5 万元为例，协助作弊的招聘人员将每人从入职的作弊考生工资中收取3000元，收取时间为1年，大概其就是 20% 吧。这就是中间商赚差价。华为也于近日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整顿。另据网传信息涉及的违规 OD 也就是外包员工2900多人，正式员工100多人，涉及金额6700万元左右。也有相关截图显示因此被裁的正式员工人数50人左右，被裁外包员工数百人。跟着网上流传的这个华为的内部文件叫华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通知，什么对非雇员人员选择业务中违规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我想这个大家都看过了这个网上还有传的更劲爆的，说是华为的这个大老板直接飞到成都，让整个写字楼的人都不能走，冻结一切的冻结冻住了，然后挨个谈话。怎么谈的话呢？都是传言让你自己就是把你开除，让你自己签字确认，就是现场辞退，工作都不用交接。我想起了那个百度的那个什么公关的1号位那个女的秒裁，在这个强大的威慑力之下这100多华为的正式员工纷纷签了这个被裁或者叫被离职这个协议如果你要不接受的话，对吧？这个肯定是没有赔偿的直接叫卷铺盖走人。你要不接受，人家移送司法，那这问题更大这叫可大可小所以这个为什么传言说100多人被开除这么痛快，没有在对吧这纠缠，实际上开除已经是从轻处罚。如果开除加移送司法，也就是企业报警，以华为这个地位要报警的话，当地一定会受理的，就是成都的警方那这个事情就大了。有媒体报道说，从不同信源获悉，华为成都办公区日前确实出现重大反腐行动，整个办公大楼突然被全面封锁，单部门超100名员工因涉案被立即清退。亦有多个信源向媒体透露说此次通报辞退的人有38人，遭遇处罚通报的50多人，被辞退的外包数量没有通报，但是100个也是有可能的。华为数据存储产品线总裁周某某因监管不严也在通报行列，处罚是冻结涨薪，晋升6个月。此次反腐动作确实动作很快，很多人没有交接工作就直接被开了。有个同事反馈，他工作对接的同事忽然工号没了，头像就变成灰色。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正式员工名额有限，华为自2021年起决定与德科，这个德科是一家外包公司合作实施研发外包项目，简称 OD。 德科的招聘猎头曾承诺，入职满1年的 OD 员工有机会转为华为的正式员工，这一条件吸引了大量人才加入。如今 OD 外包
成重灾区。4年时间过去，这一模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尤其是在华为成都的存储外包项目中，欧弟岗位的面试虽然有一定的门槛，但提供的待遇颇具吸引力。欧弟比较复杂，要刷算法题，要机考，还要手撕代码。有能力进入欧弟项目的人，实际上也有实力加入一些中型企业。那些不介意外包身份的员工，可能因为面试就包括机试无法通过而寻求其他途径，因此出现了一种内外勾结的现象，包括试题泄露、为特定人员提供便利，以及通过金钱购买岗位的通路。如今人才蓄水池模式彻底翻车，魔幻职场现形记暴露了暗黑产业链。据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在招聘流程中发现了严重的违规行为，其中包括代考、试题泄露等现象。某部门集体作弊，推荐入职成功直接拿2万红包，多名中层管理人沦陷，跨部门搞出腐败联盟。这个还有替考天团说某些岗位的笔试环节存在专业的替考团伙，明码标价保过，还有卖题狂魔，内部员工兜售面试题库成产业链，固定回扣。通过推荐方式成功入职的员工，推荐人可获得高达2万元的推荐费。入职后每月抽血扒皮3000元，连抽12个月。还有职位倒卖，人力资源部门员工被指公然出售欧弟直通名额，开价15000元起这就是华为的这个瓜呀。作为曾经的企业高管我来谈一谈这个华为这个反腐，华为所谓的招聘作弊。我读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在大洋彼岸呢，对吧？这专跟华为过不去的美的似乎也在经历着这些事情。为什么华为和美的之间似乎总是那么联系密切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这个绳子牵着的，同命运共呼吸大洋彼岸，这个马斯克正在领导着变法。马斯克对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他的说法就是，对吧，清除这个贪腐腐败，为美国纳税人节约资金，1年要节约1万亿美元。搞得美国现在这个公务员也是叫官不聊生怨声载道。华为在大洋彼岸这边，对不对，也掀起了一场这个反腐败风暴。这个风暴还挺厉害，对吧？直接把一栋楼给封了。像不像那个马斯克的这个效率部对吧？把美国的什么国际开发署给封了，或者把美国的什么其他的部门一去就封了。开始查账。首先咱们从小的方面说起这个华为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那是神圣，对吧？神一般的存在，它代表着是不仅是一个民营企业，它更多代表是个国家，对吧？爱华为那是约等于爱国，不喜欢华为那就直接等于卖国。这个我想很多人都有所认识结果华为爆出这样的腐败事件，那这个影响就更大。也就是浓眉大眼的华为居然也这样，确实也让很多人尤其是小粉小红华为粉丝这个感到震惊这个华为的粉丝如果说觉得这个习以为常，那不对。为什么说他们都是一路人呢？你看那加特老师他就是忠实的华为粉。他在那个外拍的时候在西安，对吧？逢人看见人家拿个手机就问人家是不是3折叠，但凡这手机大一点就是3折叠，完了自己还多次，对吧？毫不掩饰的说他要买3折叠，一波3折不知道这个加特老师看到这样的新闻作何感想？所以首先华为爆出这样的丑闻呢，确实对华为粉，对很多小粉小红正能量恐怕是一个不小的冲击第二个，我不得不说出华为爆出这个招聘作弊这种事情，它也符合蟑螂定律也就是你发现一个的时候，实际上你在家里发现1只蟑螂，那你们家一定是被蟑螂占领了。华为只有一个部门是这样吗？只有人力资源，对吧？这一个部门，只有这个外包一个部门有贪腐是吗？显然不是恐怕这个在华为已经是个比较严重的现象。你要知道，要不然大老板是不会亲自跑到成都去处理这种事情。华为多少员工如果按比例算对吧？他就是处理了100个正式员工，那恐怕比例到不了1%千分之几。你说千分之几的员工出事，用得着大老板亲自从深圳飞成都去震怒吗？拍桌子，完了一个个的开除。毕竟年纪也大了，大家不知道这些员工，对吧？这个各种人都有你大老板亲自去开除别人，
除非还带几个保镖啊，要不然万一失控了怎么办？场面失控，对吧？有人想不开，这不闹出更大的乱子吗？所以说啊，华为的大老板震怒，这网传的啊，什么 CEO 是什么什么，对吧？创始人亲自飞成都，绝不是这么几十个人的事儿。也就是说啊，这个大老板要以这种行为和行动震慑华为内部这贪腐的行为，对吧？以雷霆之势，以霹雳的手段，迅雷不及掩耳，对吧？处理不过夜，发现就开除，亲力亲为，这目的就是想给华为内部，对吧？众多的贪腐一个警告。反过来说，就是华为内部贪腐恐怕比较严重。大家还记得6、7年前拆别墅的事件吧？能让大老板亲自下指示、亲自抓，说明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所以当对吧，网传大老板亲自飞成都去管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很多人看到的是热闹，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是不是用力过猛？但是我看到的是恰恰反映华为内部恐怕积重难返，所以震怒。当然震怒还有别的原因啊。我看到的第3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肯定不是昨天才有，也就是它的范围波及面非常广啊。广度来说，整个华为恐怕就像那个《红楼梦》里面焦大说的啊，对吧？只有那个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啊是干净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范围之广。那时间之长呢？从哪年开始啊？媒体报道是2021年，是吧？不管怎么说，这个时间非常早。为什么今年才发现呢？涉及的人数有好几千人，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啊，华为内部啊，恐怕现在压力越来越大，对吧？你仔细一想，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企业界在马上要做减员增效之前所采取的措施。通常是一个企业不行了，开始严查内部，要管这个跑冒滴漏，什么地方花钱比较多，什么地方花钱异常，这不就跟马斯克做的事情一样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就说明华为的资金链比较紧张。为什么资金链紧张？这个大家自己去分析啊。咱们一直说啊，当一个企业在开始搞这个叫什么上班考勤、打卡、绩效啊，抓这种加班等等啊，就是感觉在针对员工的时候，实际上预示着企业在走下坡路，不行了。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当一个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们最大的精力是放在对外拓展上面，抢市场、抢技术、抢投资，都在跑马圈地，所以他不可能有时间往内看，找内部原因。一旦一个企业在找内部原因的时候，一般是这个企业在走下坡路，不行了，开始自我反省，开始找内部原因，开始降本增效。第4个，这个事情能捅到，对吧，大老板那里，也说明啊，这个华为内部斗争啊非常激烈。我不知道这个华为的这个架构它怎么设置的，它成都的办公室到底归谁管，对吧？一般的成都发生的事情在成都就了了，对吧？该裁谁裁谁，该处理谁处理谁，顶多啊，因为这是横向嘛，纵向那就是业务线，那就是存储部门也就把它处理了，就这个事情上升不到大老板那里。如果仅仅就是因为这个外包招聘作弊，这个事情真的上不到大老板那里，只能说明华为内部这个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第5个就是这个事情跟咱们最近的科技热，跟这个 DeepSeek 跟人工智能还有很大的关系。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春节期间 DeepSeek 一热之后一大火之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反思潮就是都在反思，都在进行诛心之问。你比如说这个江苏省委就发文章问为什么南京没有 DeepSeek， 合肥也发出这样的这个叫诛心之问呢？为什么 DeepSeek 没有出现在合肥？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资格问呢，都不好意思这么问了。这是各个地方政府然后各个企业也开始追问。我看有很多这个华为的粉丝有很多人就追问说，华为每年几千亿的研发费用，为什么他们没有搞出 DeepSeek？ 华为不也在搞人工智能吗？大模型，你看看，我想这种追问应该引起了华为内部的反思。华为内部恐怕也在想，尤其是他那个大老板还参加了那个会议，还发表了讲话，大家琢磨琢磨，那个会议开完之后，今天就出现这事，你不能不说受那个会的激励，受那个会的鼓舞，这个对吧？华为的大老板一回来之后要励精图治对吧？为什么我们每年花了3000亿这个研发费用，这个 DeepSeek 这个大模型还是让人家叫生斗求索晃方给搞出来了，他们才花多少钱呢？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所以天天开闭门会议然后发现，对吧？这个你看看这外包不就是华为的这个研发部门吗？你要知道，内部一旦高压，对吧？这个最脆弱的那些就很容易暴露出来，因为毕竟心里有鬼嘛，大家都在找问题，你每个人都在找问题，你不找问题，那个责任就到你头上，对吧？都得分析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咱们没搞出 DeepSeek 这样的产品出来，对吧？大老板在会上恐怕是领了任务的，是有所期许的，那大家都在找原因，最后发现这个原因之一就是
贪污腐败，对吧？这个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浪费了。你看看招个人就都能浪费几千万，哎，这不是说6700万吗？这是研发部门外包就能浪费，对吧？你再加一点就是一个小目标啊。所以说啊，这个大老板震怒，所以他亲自处理，所以他叫从重从快。所以这个也反映出啊，华为目前面临的压力，靠过去的那些老本啊已经不行了，对吧？如果你是华为的头，真正的老板，那压力是无比大的，因为这个大旗他可能扛不了了，后面会出来什么 DeepSeek 乱七八糟的科技公司啊，叫黑马频出。华为还有什么亮眼的产品呢？华为还在哪儿突破呢？新能源汽车它不是个智驾方案吗？反正他自己不造车，对不对？他出方案也有智能驾驶，但问题是这个赛道上，这个爱国赛道居然有个比亚迪，你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正能量小粉小红选择支持谁呢？这俩已经掐上了。我记得前一阵子这个华为的余承东还跟比亚迪是不是已经掐上了？爱国赛道非常拥挤啊。很显然啊，这个智驾这个小船上只能做一个厂商，这比亚迪对吧？这个来头也很猛啊。华为还有什么呢？手机这个一波三折也炒糊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ChatGPT 还有 DeepSeek 这种产品，它一冒出来就是现象级，你知道这个对华为的冲击有多大吗？你说如果只有一个DeepSeek 那都无所谓，问题是后面啊，以后还会层出不穷各种类似 DeepSeek 这样的产品，关键这些产品都不是华为的，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华为那叫防不胜防，对吧？他也不知道从哪个口子去堵啊，最终作为一个大厂就慢慢的走向衰落，被人遗忘。这就是一个大企业啊，压力最大的地方，就号称科技企业。华为这样的大厂，实际上大家看一看啊，它主要几个产品几个方向，实际上很多啊没有什么增长，它是能赚钱，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它能赚钱，但是未来的空间不大了，它不能高速增长。华为现在有个鸿蒙搞到现在到底搞成什么样子，有没有前景？时间不等人啊，像这种科技产品保不齐下半年就出来个什么东西，对你这现有的产品那叫降维式打击啊，对吧？这个时代抛弃你啊，根本就不会给你打个招呼，对吧？时代抛弃诺基亚的时候，诺基亚可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啊，绝对的老大啊。那苹果横空出世，那就是降维式打击，就直接宣告你结束了，对吧？你后面就是苟延残喘。诺基亚多风光啊，对吧？那你说华为它能不着急吗？实际上不光华为啊，所谓的科技大厂都着急啊。现在没有参加过高级会议的人不懂，参加这么规格高的会啊，既是激励更是压力啊。这种会不是那种泛的，拿个文件拿个报告念，对吧？大家然后中午吃一顿，哎，领导再开个玩笑，对吧？再体现一下亲民，互动一下，好，这叫神仙会，结束了。不是的啊，这种会一定是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有可能是直接的，也有可能是自我给的，对吧？能去参加这种会的人，他都多少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叫为国分忧啊，对吧？你还要下次还要参会呢，下次参会你得有什么成绩呢？你得搞出什么东西能让人家眼前一亮呢？你看看那个刘强东没有参会，那很多人就开始说他出问题了，舌头底下压死人了，你就知道这些人他有多大压力，对吧？参不参会，连坐的位置都有人推测，马云坐的靠边一点，那马云就已经冷落了，大家就记得了吧？为什么会议一完，阿里巴巴马上宣布3000亿投这个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算力，这就是在交作业啊。那你华为呢？所以说啊，参加这个会的这些科技巨头大厂，实际上每一家压力都很大，都想有所表现，都想受到关注，受到重视。这个大领导一想表现，那你说下面这些人日子就好过了。有的时候啊，这个指标压力是要层层分解，不行就找原因。最后我想说的是啊，像华为这种招聘作弊，实际上对吧？这种企业内部的腐败，这个我不能说所有的企业都有啊，这叫见怪不怪，这叫习以为常，家常便饭。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层层扒皮行为，连美国对吧？现在的大家都怀疑，至少马斯克认为嘛，特朗普认为，或者美国的铁锈区红脖子他们认为美国贪腐非常严重，就连美国贪腐都很严重。那你说对吧？咱们这儿有这些现象就不足为奇啊，不值得大惊小怪。红楼梦里面连那些看门的看大门的都腐败，有些外面的官员，外面的这个商人或者是来客，那你到这个荣国府或者宁国府去拜访，你不可能空着手啊，逢年过节还得送礼物，很多人关系一般的都没有办法进去直接见那些主人，所以东西都送到门房保安室传达室，那这些保安他就会把你克扣一道，对吧？你明明送了5样东西，他扣2样下来，3样送进去，这3样送进去中间还有人盘剥啊，最后真正
正的到贾府主人那儿，恐怕就一样东西。这个你看，贾府就是个大公司啊，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这种文化喜欢搞这些东西，对吧？这是历史原因啊，就像那个造假一样的，卖注水肉啊，对吧？那可是老手艺啊，老传统，明朝就有，对吧？明明作为这个贾家，从上到下这些主人啊、主子都知道存在这样的腐败，但是他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说来说去就说到马斯克身上，说到对吧？印度反腐，对吧？都知道问题所在，但是解决不了，所以日日反，月月反，年年反，反来反去还要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我特别希望看到马斯克啊，在美国反腐能拿出证据，然后走司法程序判他几个，抓他几个。很遗憾啊，没看到。所以最后我们再想一想，即便是华为的大老板，对吧？以雷霆之势铲除了这个成都的这个窝案，对吧？这叫窝案。一锅端，是不是华为内部的腐败就此绝迹？没有用的，对吧？顶多现在啊，大家有所收敛，但要不了多长时间，那是一切照旧啊。其他的大厂也差不多，这个就让码农啊，尤其是码农啊，因为这外包都是码农，感觉到深深的悲哀，工作难找，搞个外包还得贿赂，自己的收入20%还是上供，被人盘剥，你说都已经惨到什么程度了，对吧？昨天还号召不要上班不要加班，不要内卷，你说这不卷行吗？不加班行吗？对吧？你那工作都是贿赂来的，还20%还交给别人。我们总是说啊，腐败，国企、央企是吧？机关单位好像一说腐败，主要是这些地方。实际上啊，只要有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大企业，那个腐败现象就绝对是比国企严重。因为国企上面还有一个，不管怎么说啊，上面还有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悬着的，你一旦人家真查，你就完蛋了，绝对移送司法，给你抓起来牢底，对吧？这个蹬缝纫机去吧。但是私企不一样，私企那个腐败那真叫肆无忌惮。华为对吧？这个抓的开除了这100多人，如果你要放在国企，那好歹得抓几个。但是华为这你看就是辞退了之。但是最近啊，很多大厂也开始抓人移送司法，越来越多啊，对这种内部贪腐啊不容忍不姑息。所以说啊，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对吧？这种腐败贪污这种作弊充斥着我们每个角落，这个到底是我们人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还是文化的原因？恐怕大家啊，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